好，来送出去哈。好，来，我主要是要看这张图啦，真罕得有图吼，所以来看一下。来放较大个。博船写讲是西那卡塔航线，西那卡达航线，西那型的篷船啦吼，叫做洋库线哦，junk 啦 ，junk 就是篷船嘛。我一直读的这日语伊直接翻叫做 junk 线吼。所以博船就是篷船啦吼，所以咱一直读篷船吼，读博船嘛会使吼。以后我小交替读一下吼，博船就是篷船吼。博船篷船，但是无接驳即个词吼。当然咱会当就直接读嘛，空注八吼，接驳或者是接驳或者是接驳吼，看你要安怎读拢会使吼。好，驳字来，大理大词典有3个意思，驳字，一个是辩驳吼，例如驳伊毋对，这啥物意思？互伊驳甲大字喙吼，大字口大字喙，等下看这原册扫描。第二个是词类等等被驳回吼，比如讲，互官厅驳出来吼，原单驳回吼，所以驳回吼，直接读驳回吼。批驳倒转来吼，就是退批啦吼，批驳倒转来吼。第三是便帮船吼，就是驳船啊。例词有驳啊，泉州驳吼。看一下原册扫描。辩驳，互伊驳到大字这后壁这字是啥物哦？看无？大字口哟。好，我咧辩驳啦吼。好，转来就是遮讲，台湾港内吼，港道被刷即个积刷情形已经无法度阻挡吼。经过400年的即嘛，已经拢变做海波啊吼，已经拢变做是陆地啊，当然是真正无法度阻挡吼。所以认为讲，即个顶我认为讲有需要改善吼，即个招报啦，就是报案啦吼，领报啦吼，要改做用来互较大只的船来落物件吼，踮遐会当安全来上岸吼。好，8月30日福尔摩沙村社的收入吼，伫个1652年4月15号收到37,265里尔。为着要尽可能来避免福尔摩沙原住民甲希那生理人中间因为人蛇来引起骚乱，这遮应该有啥物字拍毋对咯，看无吼。笼舍吼，笼就是互无人伊就人尔吼。好，讲为着避免福尔摩沙原住民甲希那生理人中间的即个骚乱。所以特赛呢 ，Verstappen 阁下提议，这个特赛怎么那个伫遮出现啊？吼，1652年4月15号有啥物伫遮出？了，这个是特赛啊，有啥物伫遮？
可能是伊伫个印尼一个巴达米亚遐提出个提议啦吼，以国社设置村社商店来取代老制度吼，应该是北社嘛，伊即个应该是即个北社的北字拍毋对啦吼，所以头前是为了要尽可能避免福尔摩沙原住民甲希腊生理人中间因为北社来引起骚乱，所以特赛国校提议讲，应该国社家己设置即个村社商店吼，来取代即个北社制度。伫迄寡商店里出卖各种商品。伫个听候17人董事会对此事的决定以前，巴达米亚当局就下令，先伫个台湾附近的小人、麻豆甲大武人开始来试办适任卖点吼。新港甲大目港的原住民真欢喜来得到公司的批准，会当每100支4厘的价销来出卖家己的碟即个碟啊。1652年也顺利吼，照惯例，伫个赤坎的公司定院里举行地方会议。3月23对53个北区的村社来酋长来组织开会吼，即1652年。3月25也有对52个南区村社来的代表伫赤坎开会。1652年6月12号，第一次伫个东华距离热兰野城约6公路程的卑南举行地方会议哦。所以你看，人台东遐嘛，你看台东历史悠久呢吼，我真正是读即个热兰野城，你才知影吼。这卑南历史悠久，400年前就已经荷兰人已经伫遐开发，伫遐办地方会议啊吼。伫卑南遐派驻一个士官甲23个士兵，伫迄个会议中有34个村社酋长来出席，有一寡卑南的原住民表现得较有一点随心所欲哦，啥物意思？就是食凊彩就对啦，随家己要安怎就安怎。毋过拢已经顺服公司的威权之下吼。因答应将来会逐年来参加东区的地方会议。1652年5月，公司登记革命的福尔摩沙村社有251社，合计居民总数59805人，徛家总数是13893口罩哦，所以这是应该是第一道台湾人口统计啦，当然这是真无准的吼，而且即个住伫个原山内底的即个原住民应该拢无算着吼，59805吼，当然这是有含因革命的吼，无革命的，无含因革命的，佫无算在内吼，59805吼，13000口罩，13000外口罩。虽然本港区一带迄寡村社原住民已经信任派驻伫遐的牧师团队、探访团队和学校教师拢真久啊，信任真久啊吼。但是对着派发代表公司的政务员去遐，也是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去看吼。就是你牧师团队老师来不要紧吼，啊政务员去就诚袂爽吼。和历年相像吼，佫有真侪欧洲人伫咧南部地区死亡。遐的气候环境特别无好，即个南部是指府城以南吼，都高雄县、高雄市吼，遮吼，讲遐气候环境特别无好，伫遐牺牲的人，包括着最近派去遐的政务员 Richard Wills Johannes Olario 吼，即咱真有讲吼，派去遐2年，敢若2年看，还是无够2年。伊有7年久吼，定定去迄个南部地区，伫南部地区的传教工作效果不彰，因为牧师甲因的任务委托太侪互不合务实的学校教师，佫不合务实哦。不学无术吼，也安尼写吼。
迄三个山区的福尔摩沙村社，就是斯巴吉卡西里吼，加朱莱社，甲万国里是蒙阿列社吼。这三个即个山区的村社，继续伫咧藐视对抗公司的权威，因对公司的名誉不但破坏因的农地，也夺去因的人头。为了要报复因，所以就悬赏吼，是读做悬用。我查者吼，悬赏。下豪贤吼，所以我就读贤啦吼。下这个下字我毋捌听过咧，豪佫嘛是毋捌吼。下有下地半南下半连旋的连是窗帘迄个的话，半南下放半南下是啥物件？等下吼，我来查一个大理大书典。玄吼，伊嘛是写下。我即马查过即字汉字，玄吼，玄吼。有两个音嘛吼，才有读，一个是下，下是白话的即个悬挂吼，悬挂的意思啦。代志中途受阻挡，这第二个意思。代志中途受阻挡嘛，叫做下吼。第一个下，比如讲日下山啊，歹势，日下山吼，日悬山嘛。日头挂伫咧山诶啦，山顶啦吼。日下山吼，或者是下乌吼，乌鸦诶乌，应该是下乌下乌。唉，我查一下日文版，写汉字啊，是要安怎读？下乌吼，下乌是库雷卡卡鲁是啥？夕阳吼，库雷卡卡鲁。哎呀，衣袖。库雷卡卡鲁。为什么我日文输入法？库雷卡卡鲁，库雷卡卡鲁 ，to begin to get dark， 就是毋是死啊，库雷卡卡鲁就是黄昏的时阵开始要暗吼 ，to begin to set of the sun， 库雷卡卡鲁，哦，你若写汉字就是暮旋吼。暮就是夕阳黄昏迄个暮啦吼，暮下。哎呦，下！我忽然间想到讲，若天暗嘛，毋叫做下。OK。我为什么查对即个库雷卡卡鲁啦？因为我拄则咧查看原文即个下乌啥物意思？伊写库雷卡卡鲁，下乌就是黄昏的时阵天下啦。即个下咧，我自细汉用法就是讲啊，天下就是暗暗的吼。下乌，OK。但是即个下本来是悬挂的意思吼。我查一个下哩 ，HANN 第五声。等下。
一个老的，我搁另外开一个代理大词典，哈 HANN 第五声，无呢，无迄个天暗暗的意思，敢若有拄则讲迄个悬挂，迄个悬甲代志中途受阻挡吼。代志下地，家己下地半南下。哦，半南下嘛是我拄则要查的吼，半南下。一阵来查者，我先来查即个下字伫个下字，我看册台语有人安尼讲。HANN 第五声，但是啥物吼？哈，what happened 吼？或者是 what pardon me 吼 ？What did you say 吼？哈。毋是啦，毋是，我毋是要查这个。无呢，我自细汉讲的即种下天下落来吼，是讲天暗落来，结果拢查无。好，歹势查无。好，来，过来，我要查即个词叫做半南下。哦，即个下哩，足侪半南下。啥物叫做半南下？代理大词典，半南下，我直接安尼，南第五声，下 HANN 第五声。半南下，半途而废意思，叫做半南下吼。讲半南下，就是半南下，这拢是半途而废意思吼。半途而废吼，叫做半南下。毋捌听过吼，今日才学着吼。半南下，看一下日文版半南下伫倒位咧？半南下，どちつかず。十ぶらり柔道で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く。柔道半把讲半南下。どちともつかぬ話をする。讲半南下意思是讲到一半哟，还是安怎？半南下是中途半把那仕事をする，代志做到一半叫半南下，讲半南下应该是讲到一半迄款吼。因日语的规则我看无介有。讲どっちともつかぬ話をする。好，来半南下吼。今仔日才学着。好，来即个下哩，就是悬挂即个悬吼，咱来看代理大词典有十几个词吼。下，就是下就拄则讲的，悬挂代志中途受阻挡吼。下，或者是下拿，下是就是代志中途受阻挡的意思。下魂就是部魂挂伫个挂的叫做部魂吼，部魂伫天顶挂的吼。下魂，下乌就是日落西山吼，日头下乌，日头下乌，日头下山吼，迄拢是下地代志中途受阻挡，暂停下地吼。未决还未解决，囥伫叫做悬吼。悬伫心肝头，代志悬
现下现的现下地啦，代志现下地吼。即条案请现地吼，请 hold 吼，现啦吼，现就是下啦吼，代志受阻挡。现娘文言词调导自杀，现娘。现象吼，现象例句词现象。好，现地就是下地无解决。现象吼，好啦，现象，咱转来日志遮啦，我拐出去设一点遮大的日志，特别看迄个现，所以讲迄个山区内底有3个村社吼，我著不爱讲，还是对3个村社吼。继续伫咧描述对抗公司的权威吼，对公司的名誉不但破坏因的农地，夺去因的人头，为着要保护伊，所以就现象吼，这遮就是现象。现象邻近的边地村社居民，若有夺着一粒敌方的人头，就想一倒空岩布。因为暴风雨的天气，搁再一次互鸡笼甲淡水的补给工作发生困难。淡水的主管商务员 Simon Kildego 报告讲，伫咧淡水河边的 Pinot Round 叫做无性湾社吼，距离公司伫咧淡水的碉堡约5毫里的所在的人吼，就是伫咧无性湾社的人，用真残忍的手段。杀死去遐调查一件放火事件的荷兰人翻译员，叫做 Glass Jans Ravenstein 和 Roloff Lasje 吼，哇，杀死2个哦。由 Kildego 就是即个商务员Kildego 收集的关系到即件谋杀事件的动机的资料，显示讲，迄2个翻译员伫咧Pinot Rowan 社可能有严重的不当的行为。Lerschi 用对该社居民，Lerschi 就是被杀的其中一个吼，叫做 Roloff Lerschi 吼，应该是对该社居民家己吼擅自经收米吼，擅自，等下我查即个擅自吼，家己经收米，经收鹿仔肉。蒜蚵甲落泡吼，招惹真多麻烦吼。擅自，我来看一个擅自。首先，我来看大理大字典有收即个词无？无吼，无呢？但是擅即个有哦，嘛是无。监理电即里面的读呢？擅自的擅读做擅吼，擅有自专的意思，专权的意思，有霸占的意思吼，霸占、专权、自专，拢叫做擅吼，擅斗斗迄个擅。好，讲即个 Lersje 吼，有对该社居民吼擅自征收米、鹿仔肉、蒜蚵甲落泡招惹真多麻烦，而且还佫传说讲伊也对遐已经已婚甲未婚的妇人人拢有性关系吼，伫遐讲乌白来就对了吼，这翻译员吼，而伊的同伴 Ravenstein 吼是捌伫咧酒醉的时阵扣押一个该社的长老，想要用来要甲掠索价值125里的物件吼，要讲拗就对了吼。台湾的议会了解即个 Pinot 社民的即个愤怒，即种由公司给该站的职员滥用职权吼，而造成的困难吼。泛滥的滥吼，滥要安怎读？滥用吼，滥用职权而造成的困难，以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吼。虽然如此，议员下令 Simon Kildego
爱出兵甲伊射去追查凶手，并且要来甲伊处罚。即种报复行动引起一个宾欧乱社强烈的反抗，致到死2个公司的士兵。福尔摩沙人的方面估计有30个人受伤。总督府对 Verbiage 就是台湾长官啦吼，即个共即张批吼，数期是1652年9月10号到30号吼。惊吓发现讲该岛上的希那农夫发动叛变的消息吼。好，来各怀疑的代志伫遮开始出现啦吼。长官阁下报告讲，1652年9月7号中昼，有7个头家自动来迄个城堡里通报长官阁下讲，因迄寡10个头家当中的一个，以及住伫赤坎的阿姆斯特丹农区的头家叫做葛怀义吼，又搁称作葛官怀义吼，或者是称作怀义，含伊的军队者计划要发起暴动。即寡密谋者有定阴暗，就要执行因的计划。Burbage 听了，惊吓失措，毋知要安怎翻吼，惊慌失措啦吼，就煞惊吓啦吼，因为伊将毋捌去知觉着讲希那移民有任何的敌意啦吼，伊遂下令紧急准备防御热兰利亚城堡的一切措施，同时呢派人去赤坎通报即个消息，互代理法官以及住在即个普罗宾西亚要塞附近的人。因接到报，随骑马去迄个阿姆斯特丹农区遐。伫遐，因看见真侪已经武装要打斗的即个希那农夫。赤坎的信车伫半暝啊到热兰利亚城堡，正是讲希那人要暴动的传说是真实的，而且已经开始了。所以呢，伫随后的即个夜间几点钟内底，真侪住伫市镇的人，拢带着因的财产啦吼，物件吼，逃入去城堡里来避难。1652年9月8号，拄则是9月7号，即嘛9月8号，天光的时，迄寡希那人反叛者普罗宾西亚出发，一边行一边喊着讲，杀死荷兰狗的即个行军口号吼，杀死荷兰狗。大部分的欧洲人已经逃入去公司伫赤坎的迄个大一个马条里来避难。有8个欧洲人和人数不详吼，毋知是几个人的即个公司工作的亚洲人，不详啦，应该是读不详吼，查一下吼。不详吼，详有参详吼，详细吼，招逼回复吼，斟酌审查吼，仔细议论吼，这拢是详啦吼，参详吼。有8个欧洲人甲人数不详的为公司工作的亚洲人，其中一个人是富人人，袂当及时逃走。被叛乱者拍死，迄寡希那人随即去围攻迄个马条。伫遐伫内面有26个人，包括查某人甲妇人人甲一个囡仔人吼，固守着吼，固守伫遐。同时有150个枪手吼被派，就是枪兵啦吼被派，由中尉Hans Peter Giffeli 指挥对热兰利亚城逃往普罗宾西亚，伊辛苦来
起山了后，就击退迄寡估计是4000人的叛乱者。同一日 ，Verburg 即个所以即个规模诚大吼，4000人吼。同一日 ，Verburg 吼，就是台长官也新港、小人、麻豆、大目港各社以及南区各社的福尔摩沙盟友来请求支援吼，因就应命派出600外战士来吼，人4000人派600外人吼。当然，即个荷兰人家己嘛是有兵啦，但是可能嘛无介多啦吼。所以因派出600外战士来，互伊感觉真安慰吼。伫咧福尔摩沙即寡援军的协助之下吉菲利则会当就咧中尉啦吼，伊指挥官吼，指挥即个兵啊，即个中尉吼，吉菲利因为伫咧即寡援军的协助之下，所以会当伫咧9月初9吼去攻击迄寡希那人叛乱者。伊认为讲去进攻距离普罗宾西亚5号里所在迄个山国里的敌方的军营是不智之举吼，无智慧的举动啦吼，无应该去攻遐吼。因此将军队和因的盟友固守伫咧迄附近吼。过长日伫咧人数上占优势的叛乱者冒险出击。但是因遭受到惨重的败绩，因为5000外希那人伫迄个战斗当中来死亡。我哩咧，估计头前估计讲4000个叛乱者，即马讲死个4、5000人，安尼死了啊！好，9月10日，公司的军队发射400步枪，甲迄寡叛乱者拍走。随后，迄寡福尔摩沙的战士就行动起来咯，就是即个边堡啊吼，边堡族吼行动起来，因赶去追杀敌人，估计夺下2000粒希那人的人头。2天后，就是9月13号，公司的军队开始撤回去普罗宾西亚吼，总计持续了12天的即个敌对的行为，伫咧死了3、4千个叛乱者了后。总算伫咧9月19号来结束。各怀疑也伫咧迄寡被抬死的人当中，伊伫咧逃亡的途中被一个赤坎来的福尔摩沙人用箭来射倒。迄都有注卡看卖迄是敢若物件编号吼。拄则第5个注卡吼。第5个注卡是啥物呢？第5个注卡应该是死亡人数的款吼。讲死3、4千个叛乱者了，伫咧9月19号结束吼。下底就注卡讲，即段调录文章所描述希那人被追杀的经过情形，甲被杀死的人数有一寡错误，而且自相矛盾吼，就是即个人数斗袂起来啦，互相矛盾。好来，咱继续读。我读遮久，阁剩4分钟。好，读到倒位？第6吼，注卡第6吼，讲迄个国外是被一个边堡人用箭射死吼。有6个被掠的人，其中有3个叛乱的领袖，叫做辛戈斯瓦伯、劳埃戈甲杰戈吼。我以后即拢啥物戈啦吼。辛戈、劳埃戈甲即个七戈吼，我嘛毋知伊要安怎翻，TSIEKO 吼，七戈。一直到伫咧刑架顶头死去，拢无招认半句话吼。即3个即个叛乱的领袖啦吼，拢无招认吼，将义气吼。其余3个人伫咧刑求了后，招认讲有一支国四爷派来的希那作战舰队，将会伫军旗内
来福尔摩沙征服台湾以及福尔摩沙全岛。你看吼，400年前吼，迄个第五枪队吼，第5纵队吼，就伫成伫岛内作乱吼，再配合岛外迄个作战舰队吼。好，所以吼，一直历史吼，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吼，无啥改变。根据因讲，各怀甲因讲，甲军岛伊个人讲哈，甲各怀甲军岛各怀个人讲，因毋免惊福尔摩沙原住民，因为已经含因讲好要徛伫西那人即一边咯。虽然公司的主管并无完全相信即种算讲出来的话啦，吼，因为用形出来、讲出来的话吼，但是嘛决定讲，为着要伫即个可能来攻击的舰队，哦，原来爱先做一下准备啦，吼。这是1652年啦，吼，实际上是毋是有我嘛毋知吼。并且为着要万全起见吼，要命令迄只载着贵重货物停伫平湖湾的即个归国大船12号紧离开平湖吼，航来台湾。好，即个叛乱的代志敢若是到遮啦吼。好，咱继续读落。我看剩时间剩偌久？剩1分钟。好，剩1分钟，所以我煞来我就无爱读啊吼。后日再搁读啊吼。明仔载休困嘛吼。是明仔载休困哦，我即摆一时仔都袂记，应该是啦吼。对啊。明仔载休困，好，明仔载休困。后一回再读。你即篇即个补充资料足长的嘛，因几啊年嘛吼。好，所以咱读到遮。好，感谢，好，感谢。我一开始无去注意我咧食早顿，我想讲你即摆拢少洗手啊。安尼吼，好。无讲惊一条，想讲哈？惊啥物？无送出去。你讲迄好，是啊，我袂记，我有时也袂记。无啊，我想讲，因为几啊届拢我靠你少洗手的，拢真顺。对。对啊，歹势。袂，我即摆咧看你所打即个。伊讲伊小弟，恰做董事牌就去撩白啊。安尼吼，迄天下晡7个汉人头家，哦，所以对啦，这个怀疑这是因为代志去用撩白仔撩出来吼。因小弟，个因小弟吼，嘛是其中之一吼。对啊，伊反对即件代志嘛。OK。反对即个计划失败着去撩白啊。OK， 咱对荷兰人即边看袂解出来讲，为虾米因要作乱啦吼？为虾米要反抗？当然，你若看较早中文版的即讲资料，拢讲因挡袂牢吼，啥物苛捐杂税，或者是扣薪单，啥物有诶无诶。先投税什么的。我看差不多嘛是即寡啦，佫有啥物理由？敢要啥物请求代份无啦？绝对拢是离合问题啦。好 ，OK， 到遮咱来开放吼，感谢各位。多谢咱。好，多谢大家。